輪到要為中元節證明啦！7月半呢個傳統節日，成日被人當恐怖嘢嚟污名化。呢個係一個漸漸被人遺忘，但係絕對唔應該被遺忘嘅。喺古代，古人會用稻穀、溪錢嚟供奉祖先，祈求下一年豐收，善信會載歌載舞放河燈。古時熱鬧程度拍得住元宵節。相傳呢日午夜，鬼門關會打開，無數鬼魂湧入陽間。喺呢一日，你會見到好多路口都有人燒衣紙，喺嗰啲飄出嚟嘅煙霧裏面，藏住千絲萬縷嘅掛念。故人歸家，家人掛念。如果佢嘅意義被徹底遺忘，我哋失落嘅唔單止係文化符號，更加係祖輩嘅傳承。唔想網友一句說話就講晒佢嘅含義。呢日係阿爺阿嫲嚟見我嘅日子，呢種節日同儀式，令到世間所有離別都會以另一種方式重逢。一盞明燈為靈魂照亮歸家嘅路，漫天星閃，願靈魂都得到解脫。中元節又叫做鬼節，佢唔淨止係關於鬼魂嘅節日，背後蘊含嘅係中華文化對死亡嘅哲學態度同埋孝道嘅傳承。中元哀思，遙寄故人，令思念同文明並存，大吉大利，百無禁忌。